苍蝇寿司在手工这样包真的是工太多了啦。但是要追求一种比较新的、比较创新啊，要那种口感的话，就只好这样慢慢包了，因为我们也没办法量产。熟练搓着汤圆，有20年厨艺经验的涂正雄，曾远赴北京、美国担任厨师。原本他学的是广东菜，最后却决定回到熟悉的台湾，重新做自己最熟悉的家乡味客家料理。好，我们客家的爆香料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过程在火候上都要特别的注意，稍微火大一点就烧焦了。客家话烧焦就叫做出货烂，出货烂，出货烂它就没有救啦，就是苦掉啦。涂正雄说，这咸汤圆内馅的炒料就是客家精神的精髓。我们客家的香料有好几道，整个到时候组合在一起就比较精彩。虾米、香菇啊、萝卜丝啊、红葱油啊。从小就跟着妈妈包汤圆，耳濡目染客家文化。客家菜它厉害，就是把简单的食材、简单的材料、调味料，把那些发挥到极致。就像酱油下去的那顺序啊，那都要抓到。新竹北埔老家从原本的茶叶工厂转型做传统客家菜，现在他一个人到台北开客家餐厅，就是希望传递客家人特有的简约缩食文化。店里面除了放置板刻的模型，还有客家摆设。最特别的是，涂正雄还在墙壁上设置自行车架，让现在很多骑小折或自行车的车友来吃饭不怕车被偷。现在这家客家餐馆已经成为不少车队聚集的地点。上课喽！出货烂雷，出货烂雷，出货烂雷。